来关心天气，这2天因为东北季风天气有较凉，早起6点40分，玉山有落冰沙啊，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。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减弱，温度会小可回升，不过后礼拜一会搁再反寒，北部温度上低是报90度。一片白茫茫的风景，边甲土骹甲机器拢砍掉的。拜四早起4点45分，玉山气象站气温落到0.3度，然后6点40分开始落雨加冰沙啊。气象署指出，拜四拜五这2天，全台湾因为东北季风豆豆变强，各地温度嘛会搁再降低。平常这2天若要看雪，往中部以北的高山，温度较低，水汽较有够，较有机会通看到雪。今明2天，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高山是有机会下雪的。对，然后未来1周持续都是比较冷的，虽然水汽可能明天之后就逐渐转干，但是我们预估在高山区域都是比较容易会有结冰的现象发生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拜五拢确实较冷，北部、宜兰、马祖上冷落到12度。若拜6礼拜东北季风减弱，会小可回温，但是要注意日时、暗时温差较大。不过民众就要注意，过来后礼拜一开始冷气团落南，台湾各地头会搁再反寒，估计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。那部分在山区、近山区，或者是比较山谷的地方，或是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，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10到12度左右的低温，这是有可能的。那我们预估大概北部有可能是有机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的。气象署讲，后礼拜一到拜五拢会受大陆冷气团急速的冷空气影响，冷的时间会比这礼拜搁较长，加在这段时间水汽较少、较大冷。不过气象署也是提醒民众爱穿好少，莫寒着。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。